X Power 終於推出呢個膽大黨，仲要係高速婆婆造型嘅產品啦，就係呢支按摩槍，我又可以攞我自己收藏出嚟。咁啊呢度有一隻啦，門口有2隻啦，我背囊又吊住1隻啦，我真係好中意呢個高速婆婆嘅招財貓造型嘅。咁呢支迷你按摩槍咧，之前都同其他嘅 IP 有 crossover 嘅，例如龍珠啦或者 Sanrio 啦。不過我最中意就係今次嘅高速婆婆啦。無論左邊咧同埋右邊咧都有好得意嘅高速婆婆公仔嘅。講翻啲實際嘢先，佢前面咧呢個頭咧係可以換啦，隨機附送咗4個按摩頭俾你。咁我覺得呢個少少尖型啦，同埋嗰個圓形個波波咧就係最好用同埋舒服嘅。力度方面咧就有6檔可以俾你調節啊，無論係調節力度定係開關咧，都喺晒後面一個掣就搞掂晒。咁我平時咧其實覺得用3到4檔度咧都已經好夠力同埋舒服噶啦。除咗4個按摩頭之外咧，亦都附送咗一條 Type C 線啦，因為佢係好方便嘅 Type C 充電啦，喺埋後面個掣下面嘅。咁既然呢支迷你按摩槍嘅造型又咁靚，又咁方便，又咁輕巧嘅話咧，我拍完片咧將會拎佢翻屋企咧就取代晒我屋企所有任何比佢大支同埋其他公仔嘅按摩槍嘅。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